BB 扣对即卖的少年家来讲，已经会当讲是古董啊，也毋过对中年人来讲是无遐青分。也伫 BB 也伫手机啊，也无遐普遍的时，真侪人拢在使用 BB 扣。咱台湾伫1999年的时，台湾 BB 扣的用户就有432万人。也毋过科技的进步，到2011年的时，咱台湾的电信业者就拢已经停止 BB 扣的服务。BB 声响起，机身的顶显示 BB 扣，屏幕显示数字，是电话号码，也可能是团情代码。跟朋友聊天啊，就用数字聊天。谈恋爱的时候用最多，对啊，因为可以传520啊什么那些，就是以前就是用这种方式。伫还未有手机的年代，用接受简单文字信息功能的 BB 扣，是比较456年级生的通讯工具。1990年的时阵，台湾用户432万，医师也配 BB 扣。不过手机啊愈来愈普遍，而且手机啊对部分巨型心脏接入器的干扰不明显，加上无法度辨别重要性，渐渐被淘汰。第一个护理站回电话只是病人睡不着，但是第二个护理站回电话是病人血压掉了，有意识不清，这就没有在 BB 扣方现在上面能呈现啦，所以 BB 扣变成用途在值班的时候就有点不是那么好用。苏玉峰讲，医师应该是台湾最后一个使用 BB 扣的族群，就伫2011年12月31日，中华电信停止呼叫器业务服务，就算手头有科技也无法度用。另外，美食家的出产呼叫器用的频率甲技术，拢甲 BB 扣无甲它共款。BB 扣来讲，通常就是它会有一个服务的中心，那由电信当地的那个政府机构去审核，说它可以去做这样讯息的发送，要不然会干扰到别人。虽然说跟餐饮业看到那个呼叫器类似，但是技术是不太一样。目前全球部分国家的病院甲工厂依然利用 BB 扣。外电报道，日本京都自2019年开始，也将 BB 扣用伫急难救助。不过学者认为，那只是单向的信息发布，即有真济技术用取代，而且就算单向接收有成本优势。前提是台湾有电信业者愿意用心提供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